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三甲伫主的面头前，做伙来敬拜咱的主上帝。欢迎每一个来到伫上帝面头前，咱就备办咱的心，做伙来敬拜咱的主。因为咱的上帝是值得咱来敬拜、尊重，甚至伊真实伫咱的生命中间，要互咱会当体会伊的所享受的平安。所以，既然敬畏伊的人，拢着来到伊的面前来敬拜伊、敬拜上帝。尊荣光归乎咱的主，这个时邀请咱伫安静的祈祷的中间，你恬静你的心无论你人物以偌济，咱只有单单注神看主，求上帝来对你讲话，求上帝亲自陪伴咱的心，伫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有伊的灵进入伫你的心内，来对你讲话，来互你明白上帝伊的心意，上帝要赏赐互你智慧。嘛要将启示的灵赏赐予你，引带你，无论伫你的生活，无论伫你的工作，伫家庭，上帝拢要引带你，帮助你。你心神有欠安的，你甲上帝求讨，上帝要将平安赏赐予你。做伙同心来祈祷，主愿的上帝，愿意爱来亲近主，愿意爱将阮的生命交伫你的面前。主愿是何等卑微、欠缺、不足的人。总是，愿是上帝你所创造的囝子，愿相信上帝你毋但要将平安赏赐予阮，你嘛要将教义的快乐赏赐伫阮的生命中间。愿你成做阮的帮助，互阮伫你面头前会当得主你的欢喜。阮需要谦卑、温顺做主你的工，阮嘛需要安静阮家己，互阮的心、互阮的生命会当更加得主你的欢喜。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助。赏赐快乐，赏赐福阮，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天父，阮的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主，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王。当阮将阮的生命交伫你面头前的时，阮毋但要得到安静的心，嘛恳求上帝你将平安的快乐赏赐予阮。主，阮知阮有侪侪看路，无论伫金钱上，无论伫家庭、生活。婚姻、工作，阮有侪侪项，抵到阮会当忧愁看路的事，恳求上帝你搁一摆来帮阮替走，帮助阮，互阮定心活倒转来到主你的面头前，来认捌你，因为你是独一真的上帝，你是搁真搁活的上帝，你一直陪伴阮，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困难，你拢要帮助阮经过迄个苦难，愿上帝你帮助阮。阮知影，阮军队主的人需要有一颗活泼的心，常常伫主你的面前来学了主，称颂哈利路亚主，阮的主上帝，因为你是值得配得阮来学了的主。愿上帝你将这款的心放伫阮逐人的心内，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学了咱的主上帝。亲像阿乐，拢归我主我上帝。你是堪比敬拜甲阿乐，咱拢大声唱歌，搁求耶稣的名。哈利路亚，阿乐主，阿乐主，哈利路亚。阿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乐主，哈利路亚，阿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亲像阿乐，拢归我主我上帝。是堪比敬拜甲阿乐，咱拢大声唱歌，搁求耶稣的名。哈利路亚，阿乐主。
哈利路亚，阿乐主对我来拍鼓啊，路亚，阿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乐主来，阿乐主，哈利路亚，阿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用咱土仔声学乐，并根归予咱的主上帝。请坐，咱的主是享受平安的主，咱的主是配得学乐的主上帝。只要你的心怀着一个意念，讲主啊。我愿意你进入我的心，我恳求你，求你赏赐予我有平安。虽然外在有最最苦难，无论你有拄到什么款互你忧愁看虑的事，你来到伊的面前，甲主求祈祷，恳求上帝来帮助你。上帝要赏赐你平安，嘛要应允你的祈祷。咱做伙来念。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一年，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再次对主说：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一年，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向你祷告，你就应允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我们再次从头对主说：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只是平安的意念。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一年，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向你祷告，你就应允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也给咱的享受，向你祷告，你就应允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平安平安。讲平安，你看伊哦来唱这歌，甲伊讲平安平安平安平
的意念。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我们向你祷告，你就应允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赞美，坚持到底。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我为万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这个时候，牧师要邀请咱做伙将目睭闭起，咱做伙来祈祷，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用一粒喜乐的心，无论拄到什么款的环境，无论是你的服侍，无论是你的身体有什么款的困难，有什么款的病痛，无论伫你的工作有什么款的困难，甲人的关系无好，甚至是伫你甲人的关系、亲人的关系内底，咱来恳求上帝，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用一粒温柔的心，用一粒祈祷的灵，咱伫主的面前，用平安的心来面对。求上帝赏赐咱，互咱有气力，凡事拢有上帝美好的心意。咱会当学乐上帝，坚持到落尾。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管的上帝，愿意来亲近你。求上帝，你将这款的平安赏赐予阮。阮伫5万的内底，毋来当面对阮所拄着的困难，嘛，互阮常常伫积极的内底，会当战胜，较赢过阮心内的苦痛。求上帝你帮助阮，凡项事拢有上帝你美好的心意。有时阮伫服侍的内底，阮软弱；有时阮毋知要安怎样行出去。阮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会晓得用喜乐的心来面对你所予阮的环境，用平安的灵来应对阮所拄着的处境。凡项事拢伫上帝你美好的心意内底来应当主你的性命。求上帝你赐予阮，永助阮，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再次对主说：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赞美，坚持到底。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我要以感恩的心来称谢到底。我要感恩称谢到底。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当学习，无论伫祈祷的内底，无论伫学乐上赞的内底，阮拢会当得到生命的祝福甲平安。因为主耶和华上帝，你疼阮，你通过耶稣基督帮助阮。虽然伫阮的人生有拄到无论什么款的风雨，总是上帝你游玩，坚持到落尾陪伴阮，帮助阮。无论什么款的环境，你拢一直陪伴伫阮身躯边。求上帝你帮助阮，
会当真实领受到主耶稣基督甲阮三角地地快乐，当心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风雨无论遐大，总是会落雪。海洋搁较勇敢，总是会平静。在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程，伊无压制；要我的灯火，伊无拍死。毋免惊耶稣伫这，咱甲主讲，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予咱定心袂再起，毋免惊耶稣伫这，咱一边甲家己讲，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予咱定心袂再起。风雨无论遐大，总是会落雪。海洋搁较勇敢，总是会平静。在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程，伊无压制；要看的灯火，伊无压制。毋免惊耶稣伫这，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予咱定心袂再起，毋免惊耶稣伫这，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予咱定心袂再起。来求主来怜悯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予咱定心袂再起。主啊，阮的上帝，当阮来到主你的面头前，阮知影，阮需要勇气。无论阮认捌你，也毋捌你，阮拢需要经历阮生命的创造主，安怎样对阮生命来安排美好的计划。上帝啊，主你是阮天然的阿爸爸上帝，你毋若创造了阮，阮需要勇气，阮需要气力，阮需要对主你遐来的帮赞，
互阮会当重新来面对伫阮生命中的困难。阮需要了解，上帝你是阮困难的来源，你是阮生命活命的水泉。恳求上帝，你搁一摆听阮的祈祷，帮助阮，互阮学习毋免惊，因为耶稣伫阮的身躯边，用伊的款式，用伊的疼，用伊的温柔，用伊的疼痛，用伊的恩典，用伊赦免阮人救赎的保护，互阮重新得到快乐。恳求上帝，你帮助阮有一粒洁净的心，圣洁的生命，通活出上帝你通欢喜的生命，得主你的欢喜。恳求上帝，你引带阮今日的敬拜，对头到尾拢得主你的欢喜。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你边仔的兄弟姊妹甲伊讲，愿主的平安甲你三个同在。这时，咱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时，咱三角来启用，启用36篇，记载箴言第8篇，我来启恁来印。就听智慧在叫，聪明在出声，智慧伫路边悬的所在，智慧伫城门口。正人啊，我叫恁；憨直的人啊，着学习精明；着听我要讲极好的事，要论正直的代志。伫创造的起头顶，主先造我。自古以来，我是伊头一个创造的。伫上起头，伫创造世界以前。对极古早伊造我，伫出世，我出世的时，也未有深渊，嘛也未有海洋。我出母胎的时，大山也未受造，小山嘛也未形成。迄时大地甲田野也未创造，连地上头一块土粉嘛也未有，也未安置穹苍，也未伫海面画地平线。迄时我已经伫遐，伊伫空中布置云彩，互深渊的水泉冲出来，甲海顶界限，互海水未搬过界，互大地落地基。迄时我已经伫遐，迄时我伫伊身边做师傅头，逐日互伊欢喜。我不时伫伊面前欢喜快乐。伊爱伊互人徛起的世界，欢喜伊创造的世间人。但我的囝着听从我，尊敬我道路的人真有福气，着听教示来得到智慧。毋通拒绝。听从我的人真有福气，因逐日伫我的门口伫我的门边在听候。找着我的人就是找着性命。伊会对上主得到恩惠。这时请先告伫来献诗，要献的诗拢交予耶稣。
全然交互耶稣。即时咱来看圣经，圣经记载是提摩太前书6章60到第10节。提摩太前书6章60到第10节，咱做来看第6节。若是敬虔兼知足的，就是大利路。因为咱出世无带什么来，过身也袂带什么去。若是有通食清，咱就要知足。独遐个想要发财的，就含乐迷惑甲罗网，以及侪有损害的私欲，就是互人沉沦伫败坏甲面无的。因为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人乱无依，就受迷惑来离开道理，用济艰苦家己的试察。圣经读到这，即时牧师要互咱信息是：基督徒对钱财的观念。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守主人福气活命智慧的主宰，阮同心来到你主你的面前来恳求你，恳求主你的灵充满伫阮逐人的心中，引带阮、教导阮，伫阮生命成长所需要的智慧甲困难，因为阮的生活伫这世间所受到的环境，阮受到侪环境所带互阮生命的束缚、限制、有限性，互阮无法度通去体会上帝你所赏赐阮的平安甲丰富的产业。主啊，有时阮看无，阮领受袂到，阮恳求主你赦免阮，互阮的生命会当重新倒转到伫主你的面头前，互阮会当重新去体会到上帝你所赏赐互阮的生命的救赎的恩典。伫福音的内底，阮是何等大的福气的人。主啊，阮感谢你，恳求上帝你嘛赏赐互阮一粒属灵的眼光，帮助阮的生命会当专注专心注神看主你。因为上帝你伫阮生命的心意的顶面有美好的心意，阮需要了解，阮需要委身来顺服，荣光主上帝的生命。恳求上帝你将这款的生命赏赐伫阮众兄弟姊妹，帮助阮。主啊，阮即时也要做伙来认捌上帝你伫阮生命中赏赐互阮伫世间上的钱银财富甲产业。恳求上帝你赏赐互阮，互阮明白要安怎样来看待伫世间人所咧看的马门钱财，阮要安怎样有智慧来做好的管理。恳求上帝你赏赐互阮一粒圣洁清气的心，用交托仰望主、谦卑顺服的态度来领受这款生命的智慧，期待阮透过阮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甲成熟，也互阮会当成做一个信主的人、有福气的人。愿上帝你赐互阮伫软弱的中间无跌到欠缺，互阮伫失志的时重新因为主你来得到活命的快乐。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今日牧师要带领咱做伙来看这个主题主所欢喜的好工人的形象，其实毋是基督徒的钱财观念啊，毋是观念啊，你有注意无？是关卡的关啊。兄弟姊妹，你有过你生活、你生命中间的迄个金钱的关卡无？你毋免回答我，你伫你的心内，我相信你拢知影。你知影，兄弟姊妹，人的一生啊，甲金钱财富啊，是密不可分的啦。财富哪多，钱银哪多，有可能会为着咱人带来生活、生命，无论是物质的享受、生活的享受，甚至咱人活得嘛怎靠安全感，对无？但是咧，我甲恁讲，这个拢是属世间上世俗的价值观。兄弟姊妹，圣经内底箴言
章22节，主的话安尼讲：耶和华所赏赐的福气，互人富足，并未加上忧愁。我要问咱，若是你为着世间上的财富、金钱、甲环境，感觉忧愁快乐，这句话的意思代表是啥？假使你为着世间上的财富、甲金钱、生活，伫遐咧忧愁快乐的事，安尼我甲你讲，你就无法度通认捌着圣经内底所讲，上帝是赏赐福气的主啦。兄弟姊妹，你有认为上帝是赏赐亏待的上帝无？有啦。但是你有认为上帝会赏赐你福气无？会阁无拄拄呢？了解无？因为咱伫生活中有足侪忧愁啊，有足侪互咱烦恼，拢因为钱的关系啊。有人问我讲，牧师，你应该无忧愁，袂快乐吧？看你应该不愁吃不愁穿，兄弟姊妹，有啊，我嘛忧愁呢。我4个囝呢，4个囝，我会记我的老爸常常我讲，生啊济，你家己爱欢喜，济囝饿死爸啊！敢毋是安尼？济囝，你爱开真侪心神，费真侪金钱，你爱去栽培，着爱安那，佮教育，拢爱开钱呢。兄弟姊妹，过去咱的社会，农业社会，4个、5个、6个无咧生。敢毋是？恁妈妈生6个，但是咱敢有认为上帝所赏赐予咱的福气甲产业是何等的大、何等的丰富？敢毋是？所以圣经内底所讲，耶和华所赏赐的福气，互人富足。圣经毋是讲世间上的财富会互人烦恼啊，伊嘛无讲世间上的财富你若有啊，你就会富足，无影。圣经是甲咱讲，上帝所赏赐的福气，互咱富足。阿门。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甲伊看你爱领受着主的福气，你爱领受着主的福气。我袂要甲你讲，你爱趁大钱啊。但是我会甲你讲，你若领受着主的福气，你会当对你的心底、对你的生命，成做一个无相款的人。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主的面头前，咱爱认定伊。对无？你要认定伊是赏赐福气的上帝，阿免。咱咧讲主是赏赐福气的主，咱是要认定伊呢。你若无认定伊，你得袂到这种福气。当我咧关心咱即种机会育成伊是当啊出社会出头路，食头路呢。感谢主，上帝已经为伊备办备办一个，伊讲伊去北部去找头路嘛去应征，北部拢无人买。伊开始忧愁快乐。我甲伊讲，你要有信心，我靠上帝。伊伫台南找正经类似补习班，真紧呢，伊入去尔应征尔逐个人讲我要入这个33000呢。歹势，我讲出来，我要讲出来是讲，伊有迄个积极的心，伊了解，伊的态度，人看到讲你这人好。兄弟姊妹，基督徒爱有信心无？信心是对主来，毋是对你家己的能力。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内底，咱若认定伊，上帝就要帮助咱。所以毋是靠家己啊！你若认定上帝，代表是啥？你是靠上帝，毋是靠你家己。所以兄弟姊妹，箴言23章40安尼讲，毋通劳碌求财富啦，毋通靠家己的聪明啊。你若讲他拄仔咱讲的迄句圣经的话你讲基督徒拢靠上帝，敢若意思是讲毋免做工课上帝嘛甲你祝福敢是安尼？是无啦，毋对啦，无拍拼，无认真。你是要安怎上帝给你祝福？但是我跟你讲，当你若拍拼认真，但是你搁认定迄位上帝，我跟你讲，你的态度100%。为什么？昨阮的这个中南同学国中要升2年啊，顶礼拜
牧师甲伊讲，你拍鼓，你家己在咧享受，逐个人咧甲你看，足赞吼。伊拢注意哦，伊毋是哦，伊足认真咧听牧师讲哦。你毋通骄傲，你无认真啊，你的态度不对，敬拜神，你的鼓都不练，无要操练。昨暝花语礼拜，牧师举吉他，哇，拍起来那像专业鼓手呢。我无甲练哦，是圣神咧甲伊带。兄弟姊妹，爱落落无毋对，但是咱落落是爱落落你甲主的关系，毋是落落伫世间上咧求财富。因为当你咧落落咧求世间上的财富，你是互世间上的价值观绑掉的。你是咧靠家己的聪明。当你若年老，当你若无气力的时，你开始你就会怨叹，你会忧愁。所以兄弟姊妹，咱来了解，咱的生命毋是要靠家己，乃是爱靠敬畏主耶和华上帝的心。阿门。兄弟姊妹，上帝爱信伊的人，爱发端过金钱这个关卡。所以兄弟姊妹，真实敬畏上帝的人，绝对袂因为钱这关过袂去啊！我甲你讲哦，当奉献地举去到你的面头前，过袂过的人就会安怎？哇！大家拢咧奉献，我身躯边无钱，我手拢啊硬了，啊，佮摕出来，甚至我手嘛无囥了。兄弟姊妹，你毋是奉献互我。你是奉献予主上帝，这种的心，这种的生命，是你甲上帝的关系。我教育我的青少年，我甲伊讲，我讲恁虽然伫教会在做工课、打工、摒扫，赚一个300块、350块，我要求恁得爱11奉献。你讲牧师没问题，我们照做。因拜六。参加花语礼拜，啊奉献，主日2落去，嘛奉献，出去外口面，伊讲委员牧师，饮料这个我出，我请你喝。你莫亚这讲因的价值观错哦，因为因知影，因讲牧师，你都时常带我们出去，请我们吃东西。我讲不用，因为你们还没赚钱，我乐意。因为你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各位兄弟姊妹，在咱的生命顶面，爱记得敬畏上帝的人，爱知影圣经内底箴言15章16节讲：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较赢过安怎？最最财宝，欢乐不安呐。我跟你讲，这个意思就是啥？这个意思就是讲起，当你若想讲我钱加欠寡吼，奉献较少的吼，你着安怎？你会欢乐哦。你欢乐是啥？欢乐你甲上帝关系，了解无？我感觉基督徒吼，奉献的关系足要紧。当你若因为奉献的关系，你来甲上帝计较的时阵，我甲你讲，财富绝对袂伫你的身上，上帝袂赏赐互你搁较多。我简单举一个例，假使你原先你要奉献，你原先你想要奉献100块，但是这100块你发现讲啊，我等下敢若要食饭，我需要付钱，啊无安尼我才够50块，主啊怜悯我奉献50块，你是毋是加50块出来啊？对无？但是咧，这项代志你做了后，当你要食这顿饭的时阵，你会开始想，主啊怜悯我头拄啊，这50块我甲念起来，原先我要奉献100块。我常常安尼咧想，因为我老母常常甲我讲，你要奉献200块，你茫甲搁咧奉献100块的。我毋是咧讲爱咱来增加什么钱，毋是。我要甲咱讲的是一个关系。当你若敢若袂输，敢若你加50块、加100块伫你身躯边该献的时阵，你无献的时阵，这个心会伫你内底烦恼。你甲上帝相干，你会感觉讲主啊，怜悯我，怜悯我。啊，你是要求主怜悯偌久啊？足简单的啊，你就甲奉献出去，
当你知影这个有需要的时阵，你做，上帝给你富足，给你赏赐。等下牧师会跟咱做见证，牧师去跟人分享安怎样疼惜关怀咱大桥教会的工课。有真侪外口面的教会，甚至兄弟姊妹，一直伫因生活中，在经验上帝会给因赏赐，然后奉献伫咱大桥教会的建堂的工课。所以咱来了解，牧师毋是要讲一个足无相款的价值观，牧师要讲的是，咱来徛伫感恩的立场，好好认真来做主的工。阿免，做主的工有要紧无？有啦。所以主所欢喜的好工人，就要有啥？就要有好的形象哦。好的形象就是安怎？咱就要有法度经过你的金钱的关卡，了解无？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你金钱的关卡有经过无？你金钱的关卡有经过无？经过你是爱过去，你爱真正行过。你当你行过的时阵，你会甲主讲主啊，感谢主。所以，人的一生人生的价值，无在伫财富偌济啦。人生如果乃因为财富偌济，财富哪多，人生较有意义。安尼安尼话，安尼善食人，毋就活咧无意义啊吗？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咱来了解哦，人生毋是靠财富，嘛毋是靠你有偌济才调。要紧的是，咱的生命就爱学习，要安怎样屈乐谦卑、温困做工。1985年，这个真要紧的，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德蕾莎修女，这个修女呢，伊一生甲善食人徛做伙，伊成立这个仁爱团队修女的机构。伊穿破衫，甚至有当时穿足简单的鞋啊，逐工生活费拢开真少、真简省，生活非常的清苦吼，真简单。伊目的就是一项，就是要去体验善食人的苦难啊。所以咧，用上帝疼去疼伫需要的人，去甲伊帮赞。所以兄弟姊妹，财富对遮的人来看，因认为哦，财富是无价值的。因认为什么款的财富较是要紧？是关心有需要的人。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咱的教会就爱帮赞有需要的人。咱的教会就爱帮赞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有啥物？有啥物人？有善食人，真实的善食人，因真正有需要，连食饭食袂饱。甚至佫有啥物人？有中辍生，有需要关心的学生，有软弱失志的人，有惊吓无信心的人，甚至有家庭破碎的人。兄弟姊妹，还佫有真多，咱来了解。基督徒做主的好工人，儿女的形象是，若有法度通过金钱这个关卡，过得去就怎么样？可做工。啊，若过不去嘞，我跟你讲，难做工啊。牧师体会足深，伫咱的信徒的中间，甚至兄弟姊妹，伫咧教会中间，伫走换的中间，拢是安尼。若金钱过袂过啦，真正无法度做工。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来了解，为什么牧师要爱咱好好来了解基督徒的这个金钱的关卡？一个基本的看法足要紧。你要了解金钱财富，甲上帝是徛对边的，是无共边的。了解无？虽然金钱真重要，但是咧，咱来了解金钱伫你的心内底是何等会要紧，你要好好来运用。兄弟姊妹，甲你边仔兄弟讲，你的金钱、你的财富，就爱放伫基督中。你的财富放伫基督中，无论你要得到也好，无论你要退出去帮助人也好，拢爱有智慧。所以兄弟姊妹，家己若会当脱离迄个金钱势力的辖制，你自然家己就会当安怎？有帮助人去脱离金钱的势力啊！所以牧师最近牧师要准备这篇讲道篇
我有甲咱分享过吼，每一礼拜牧师若咧准备什么讲道片吼，上帝就咧互我经历呢。牧师即礼拜吼经历着我足深的体会，咱伫教会内底，不要收受，唔通收受任何弟兄姐妹之间的礼物。为什么？我所谓的收受，就是讲咱千万唔通私底下，因为私底下讲袂清啦。我会记得，捌有人甲我讲，牧师你无收吼，你安尼看袂起我。我讲真实的，我毋是看袂起你，真正我有，吼，你毋免你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咧，但是有的人真坚持啊，就是要客互你啊。客户你了后咧，就开始伫外口讲啊，牧师啦，我客物件啦，我嘛客物件买互伊呢，讲甲无一块，兄弟姊妹不要紧嘛，最要紧的呢。所以我甲咱讲，伫教会内底，兄弟姊妹不要收手，但是非常乐意，你愿意带到教会分享。兄弟姊妹，当你会晓分享，我相信圣经内底讲，好人的比人体安怎较有福气嘛。所以兄弟姊妹，你若要会当家己脱离金钱的势力，你才有法度去帮助人，脱离金钱的势力。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拢无法度通去帮助人有关金钱的代志？因为有真侪时阵，咱家己金钱这关拢过袂去啊。所以兄弟姊妹，这是一个最要紧的观念。所以基督徒伫金钱观吼，金钱这关吼，要安怎过？有啥物代志吼？咱做伙来看。社会上人咧讲金钱是万能的啦，人唔免靠钱吼，人会当靠钱，唔免靠神啊。昨暝吼，有两位中辍生吼，来到3楼礼拜，华语礼拜。互牧师做大的挑战哦，一边讲道，但是因会马上随甲你回应哦。有人来讲啊，牧师你看，要甲你讲中辍生哦，会制造麻烦。我告诉你，我不觉得麻烦，我非常欢迎他们。我跟他对话，我一边讲道，我求上帝互我有智慧，我跟他分享。你知道他怎么进到教会吗？伊行入路林的时阵，因为经过大桥教会，伊讲走，咱今晚要去倒位啊？看到教会，礼拜。我告诉你，当他看到这一段话，金钱是万能，人可以靠钱，不用靠神。他说：“对啊，为什么一定要靠神？”圣经内面安怎讲？你检是爱定睛注目伫遐个虚假、虚假才会金钱嘛？金钱财富会那亲像迄有生实啊？吼，安怎？那亲像鹰鸟往天飞去啊！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亲像台湾俗语咧讲，人2支脚，钱安怎？4支脚啦。什么意思？掠袂到啦！人若要掠钱哦，掠袂到啦。钱掠咱较有可能嘛，但是钱咩了掠咱？运气甲你边仔兄弟讲，你爱有能力。你若有能力，钱会甲你掠。亲像头拄仔我譬如话，我讲玉成有能力无？有啊！伊伫咱教会虽然短一冬外的时间哦，但是伊学到一个真好的态度，感恩的态度。伊即个人原底就是有感恩的态度，所以伊会晓感谢，伊会晓感恩，伊学习着，所以学习顺服，甚至伫伊能力的顶面，上帝就甲伊赏赐。所以兄弟姊妹，人若有能力，伊也要学习什么能力？基督徒需要什么能力？靠上帝的能力啊！咱基督徒哦，人拢真软只。你莫想讲你靠你家己有法度，你若破病哦，我甲你讲，什么拢无，敢毋是？即摆疫情就是互咱看到这啊，对无？你搁较有钱，上帝若无要互你命哦，我甲你讲，你搁较有钱，你嘛袂活。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面安尼讲，
腓立比书4章13节讲，我靠着迄个加添我快乐的，凡行事拢会当做。靠主的人，伊会晓谦卑，伊会晓感恩，伊会晓奉献。靠主的人，伊会晓知影要安怎向上帝求讨智慧。一个有智慧的人，伊会知影什么人是会为伊带来祝福，伊会知影要安怎跟伊建立关系，伊会当真做伫世间上真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伊若真做有影响力的人，伊会安怎？伊会得到侪人看重嘛？敢毋是？啊，伊的人力的资源哪多，人力资源如果越多了，请问上帝会不会赏赐给他产业跟财富？会啊！咱这个金惠姐生日，伊讲牧师邀请你来来看阮这位邻家，甲阮祝福。伫迄中间牧师因为有代志，我伫迄中间带伊祈祷，带因遐头家一个头家第二厝的婚姻，但是伊即个人充满着感恩，因为伊太太第一个太太伫囡仔查囝伫高中的时候就过往，但是伊伫囡仔高中的时阵，上帝佫甲伊陪伴一个伴侣，即个人真看圣经真熟，伊真感谢上帝。伊咧做啥你敢知？伊咧做只要有空地啦，有空地，伊就是去甲伊接甲伊做这个啥？做中介，就是讲我甲你租，然后我来做停车啦。伊咱台南地区专门咧租停车场，租人的空地啦。伊真有头脑，伊两个囡仔，一个升2年尔，讲话侃侃而谈，但是他非常的爱主。学钢琴学4档，真好弹。我看见这个囡仔，哇，2岁外，不是2岁，2年级尔听主友好爸母，甚至真乐观。兄弟姊妹，靠上帝的人加添快乐。我看见这个人的产业真多，你有看见无？影响力。兄弟姊妹，牧师毋是要带领咱来得到什么款的产业甲财富。牧师要爱咱爱了解，我靠上帝人的快乐的人，你得爱真实了解，你凡行事拢会当做。阿门。圣经内面以赛亚书40章29节讲：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在咱的生命中，咱需要常常向主求讨智慧。在咱的生命中间，我拢真清楚了解，只要我靠上帝的人，真正会得到智慧。有一摆总男，当伊的爸爸看到伊的成绩哪来哪歹，因为来到教会，开真侪时间伫教会。迄当时伊的爸爸就决定讲，伊要甲伊请一个家教，然后这家教会使到教会来甲伊做家教无？牧师每一摆拢咧看这监视器咧看观察，即个囡仔伊安怎咧做学习？后来伊伫咧学习的中间，我看见伊无动力，伊无动力的中间，伊的成绩煞无进步，佮退步。我就叫伊的爸爸来，我讲义成兄，你感觉什么是读册较要紧的？伊讲牧师，我嘛无介清楚，阮过去就是嘛无咧补习，就做认真咧读，就即摆囡仔若有需要，我就用钱看请一个老师，还是讲请伊去补习班，看伊的成绩会更较好袂？我讲敢有较好？伊讲无咧。我甲伊讲你的囡仔需要毋是这，你的囡仔需要是你甲伊鼓励，你甲伊陪伴，你甲伊了解。我甲伊的囝讲，总然，咱好好将咱的心放伫主的面前。伊讲，牧师有啊，我很想要啊，但是我成绩就是不好啊。我跟他讲说，你看，你爸爸现在给你放掉啊。你爸爸甲伊讲你若成绩无进步，你即摆无要补习无要紧我互你搁一摆机会你成绩爱起来。伊讲好，钟南多想要来教会，你知道吗？他喜欢来这边玩乐器、服侍神，来这边打打撞球，跟大家联谊关系。伊对一个完全袂晓讲话，到开始会跟人接触，还佫会当带伊的朋友来到教会，这是美好的见证。我足深的体会到，一个真正靠主的人，伊真正得到快乐。
甚至伫伊工课顶面哪来哪进步，甚至啥伫读册顶面哪来哪进步呢？顶一礼拜，牧师摸一下涂骹，袂歹，即马是清气的。顶礼拜我甲一个拢刷，我甲伊问讲，你有摒扫无？伊讲牧师有。我可以问别位，你有打扫吗？他说有。我甲喂了去，你看，这不是有打扫，这是说谎。兄弟姊妹，你的信用，你的生命，你跟上帝的关系，你有偌侪机会，拢是咱是用讲白菜，咱无诚心，咱唔是用心灵来咧敬拜上帝，心灵诚实来敬拜上帝是何等的要紧。兄弟姊妹，牧师期待咱的生命要认真了解。诗篇119篇36节讲：求你，互我的心行往你的法度，毋是行往迄个无好非义之财啊！我甲你讲，你也做你趁着，毋免做工，你趁着一个，你通趁着一个小小的利益，我告诉你，迄毋是上帝爱，上帝袂甲你祝福。你的心哪诚实，你的心哪实在，伫上帝面前，伫人的面头前。上帝要甲你大大祝福，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拢一直咧甲我讲，你毋免惊，就算你伫牧会顶面拄着人的挑战，我犹原要赏赐你气力，家己杀家己地，亲像咱今日所念的这诗歌，毋免惊，耶稣伫遮，咱拢着倚靠咱的主帮助咱。箴言16章第8节讲：罪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哇，这句话真水。他拄仔牧师讲着吼，你若少奉献吼，少奉献有当时吼，你原先该奉献的，结果你赚着啊，对不？但是我爱讲，你多有财力嘛，你就多了嘛，对不对？你做代志就无好啊，这叫行事不义啊。所以不如少有财力。我该奉献的奉献出去，无要紧，我都欠亏主，求你甲我帮助啊。咱可会更较倚靠上帝嘛？敢毋是？阿们。你愈欠缺，你会愈倚靠上帝。当牧师伫咧牧养，伫牧养遮的青少年，我会记得伫年初的时阵，我捌伫正人遮同工的面头前讲，咱来做关怀青年的工课，吼。但是咱无啥资源，教会无资源的，无资金的。你敢知影？上帝真正是听人祈祷的上帝呢。通过迄王雪红基金会，拄啊好，通过一间大间教会，伊咧分享，讲看有需要的教会无，10间教会尔来认领，吼，你著爱照因的方法，训练的工课，咱的同工著受训练、受栽培，然后因著将遮的钱放伫咱遮的教会来做使用。以我的经验，过去教会内底一档通常2万块。通常一个单位然后2万块，但是这单位会当我会当摕到10万块呢。兄弟姊妹，甲你边仔兄弟讲，领受到哪济财富，就爱做愈济工；领受到愈济财富甲资源，就爱做愈济工。敢毋是？安尼意思是讲牧师，安尼我敢会当卖摕较济，我要做较少的。甲你边仔兄弟讲，你莫做这种人，莫做这种人啊！你即马吼，你若无要顾你的身体吼，你若无要食营养素，你安怎？你可能会缺钙，对不对？你可能会缺少某些营养分。咱拢爱需要补充嘛，咱爱有资源嘛，咱爱哪来哪侪资源，求上帝互咱哪侪资源，咱才有气力为主做愈侪工嘛，敢毋是？所以咱毋通求讲咱要做愈少，吼，愈贫惰。我甲你讲，毋通，兄弟姊妹。当社会上咧讲起笑贫不笑娼，用金钱来衡量成功的时阵，你爱记得，圣经内底嘛安尼甲咱讲，诗篇49篇16到17节讲，既人发财家世兴旺的时，你毋通惊，因为伊死的时，啥物拢抓袂走，伊的阳光袂对伊去啊。兄弟姊妹，
咱爱留落的是啥？咱爱留落的是信用。我无认为我的囝，我期待伊成绩偌好。顶礼拜我去参加我的中的同学会，其中有一个第一名的学生，伊是基督徒，我要跟咱分享，伊伫最后要离开，因为伊伫美国，伊咧做数据分析足够的一个工程师哦。啊，伊咧分享，伊最后要离开的时阵，因为知影阮的导师老师啊，受我的邀请，会当去参加有关咱基督徒的合唱团。所以，阮即个第一名的学生，做成绩足优秀，啊嘛足虔诚敬畏上帝人。伊私底下跟我讲，委员，在多位老师祷告，在台湾你可以好好鼓励他、支持他。我跟我这个同学讲，同学有空也欢迎你回来台湾，台湾需要更多祝福，你非常有能力。好，他好像突然间就愣住一样哦。他的愣住是什么？可能是他心中有想过，但是没有人跟他说过。因为一个思乡情切的人，他也会期待。所以兄弟姊妹，假设你有足多财富，我跟咱讲，咱早袂走，只有一项代志你才会走，你会当留落来，是啥？信用、性命。所以兄弟姊妹，路加福音书甲咱安尼讲，12章15节讲，恁着爱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性命无在伫家世的丰富。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咱来学习圣经内面这段话，是咧讲起耶稣咧做譬如，讲一个无知的财主，伊的产地真丰富，当伊出产的农作物愈来愈侪的时阵，这个财主咧，伊搁另外搁起一个册仓吼，来增加伊所有的财富。但是上帝对伊讲哦，上帝对伊讲无知的人啊，今暝我若要处你的活命，你所备办的要归互什么人啊？兄弟姊妹，既然为着家己积聚财富，世间上的财富，伫上帝眼中所看，拢是无够富足的。这是这段圣经在内底，你有机会好好去甲看，伊咧讲的意思。咱看去台湾的首富，什么人？蔡万林啊，这是国泰的啥金融之父啊，足有好嘢啊！伊伫1987年蔡万林荣获《富比士》杂志公布全球100大富豪之一咯。伊伫到过往之前的最后一摆是2004年，还阁是榜单内底哦。请问伊带什么走？我去甲看伊的资料，我发觉。伊带两个某，伊的囝拢伫遐咧安啥？争财产。请问，如果你留的是互你的囝儿、互你的孙儿，伫世间上是咧甲人冲突，是咧甲人竞争，但是伊却无一粒温柔、疼主、疼人的心的时，我甲你讲，世间上的能力、财富拢无效。所以兄弟姊妹，牧师鼓励咱，毋是钱哪侪哪好。社会上讲钱哪侪哪好，无人讨厌钱啦。牧师嘛是啦，教会即摆足需要的啦。逐摆我若去拄着别个教会牧者逐个拢甲我问讲，恁教会即摆阁偌济？我讲还阁700几万，阁欠700几万。昨暝这两个中辍生伊也做讲大家教会拢做好起来咧。我甲伊讲，教会阁欠700几万，哈？你那阁欠700几万咯？中辍生伊看伊拢听有我讲 ，Hello， 丰敏，牧师相信你啊，未来你是一个有成就的人啊，但是你要成为有感恩的心的人啊。鼓励伊啊！圣经安怎甲咱讲？咱今日所看圣经在。第10节内底所讲，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人乱无依，就受迷惑来离开道理，用最艰苦家己的刺杀家己啊！甲你边仔兄弟讲，你有刺杀的心无？你有定有这种心无啦？
你若有定定因为金钱有刺激的心的时阵，我甲你讲，你有可能就是一个贪财的人哦。兄弟姊妹，圣经甲咱讲起，若是敬虔兼知足，就是大力路啊。意思来讲，你所行的道路，拢是带来利益啊，为你带来祝福。所以兄弟姊妹，伊讲敬虔就爱加上啥？知足哦。希伯来书13章第5节讲：恁存心唔通贪爱钱财，就爱以家己所有的来知足来满足。因为主有捌讲：我无气杀你。兄弟姊妹，主有气杀咱无？这是上重要的啦，这句足重要。所以咱知影，我常常咱看见咱的姊妹，什么人？满足者有无？跟伊的名同款，满足。就算伊的生活艰苦，有时拄着身躯的病痛，有时嘛拄着金钱的需要欠缺的时，上帝拢甲伊帮衬，上帝拢伫及时的中间来甲伊赏赐，所以伊会当体会到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伊三甲地地无气杀伊。你有体会到无？你有体会到无？你若有体会到，牧师期待咱做伙伫咱的小组。伫咱平常时的生活内底去分享上帝安怎样甲你顾惜，安怎甲你陪伴，安怎帮助你。有钱会当帮助咱，荣光上帝，无毋对。但是无钱会当荣光上帝袂？会啊，刻苦的心啊，对，知足常乐，对不对？知足常常喜乐。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理财的方式是啥？以上帝做中心啦，爱看理财，爱用诚益仁啊！我足介意这句话。什么是用诚益仁？有的人讲吼，牧师，我也无能力啊，我也袂使服侍上帝来荣光上帝，来利益众人啊！我甲你讲，毋是哦，用诚益仁吼，真有意思哦。他对牧师讲，有钱。你安怎？你荣光上帝，对无？奉献吗？对无？奉献较济嘛？安怎？有钱的，你会当帮助人，甲他帮助人的需要，安怎？较容易，敢毋是？但是无钱会使袂？刻苦的心啊！你伫人群的中间，你看到人有需要，真软只，你该鼓励啊！因为你比别人安怎？佮较经历到迄个困苦的过程嘛，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你若会当做工，你会得努力。努力做工，袂当做工，你至少心智爱刚强啊！所以兄弟姊妹，一个荣光主上帝的基督徒伫世间上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爱敬虔兼知足。有的人会知足，但是伊袂敬虔，什么意思？会知足袂敬虔，你永远无法当行顺利的道路。你要常常甲主讲，主啊，帮助我。我除了会当满足我家己，上帝你所赏赐我嘛会当学习做一个敬虔的人，有敬虔的心，有敬虔的行动。有一位尊坦无要互家己成做一个贪财的人，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知足，毋是指经济条件顶面的教育，乃是啥？乃是属灵的心境。毋是账簿，这收支的账簿吼，乃是啥？乃是心意的满足。有一个莎士比亚，伊有一个戏剧的中间，伊一个剧的内底有写到，有一个皇帝，伊到了一个不知名的一个郊外的中间，拄着两个拍蜡的人，然后甲伊讲我是一个皇帝，我是一个君王。有一个拍蜡的人就甲伊讲：你敢真正是皇帝吗？你看起来无成呢，因为你也无挂皇冠啊，你也无穿足好的这衫啊。你嘛，这个皇帝伊安怎讲？伊讲：我的皇冠放在我的心中，不是戴在头上。我的皇冠没有钻石和印度宝石，我的皇冠别人看不到，因为伊的名叫做知足。我的皇冠嘛是真少皇帝介意的，所以兄弟姊妹，你边的兄弟讲，你着爱坚定信心，军队主。
佮甲伊讲，主会为你备办生命的冠冕，主会为你备办生命的冠冕。圣经内底一个应允上帝是为咱备办的一个故事是啥物故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创世纪22章14节，亚伯拉罕甲迄个所在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你若看圣经边有一个注解，叫做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啦。直到今仔日，还阁有人咧讲，迄个山是上帝为咱备办的意思。这个故事是啥？当亚伯拉罕遵照上帝的命令，将伊的囝大囝以撒献予伊的时阵，伊摕到将弹拢用好啊，准备拿刀啊要甲伊的囝献祭的时阵，一个使者讲：请慢的，慢者的，唔通，你的心意我知影。然后上帝伫边仔的所在，互伊看到一只山羊、公羊，然后伊就看到讲：好，我竟然唔免献我这个囝吼，安尼上帝为我备办这只羊啊，拄好伫边仔，伊就甲迄个所在，吼，上帝怎遮好？我即摆吼唔免献我这个囝，即我的宝贝仔囝，啊无我嘛就爱奉献一个，奉献什么互上帝嘛？敢毋是？兄弟姊妹，伫迄中间，亚伯拉罕伊体会到上帝会为伊备办，伊的心愿意要奉献，所以上帝就甲伊赏赐。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咧享受上帝备办的生命，也就是咱一生爱学习的代志。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常常伫生命中间去体会上帝的备办。咱大桥教会伫今年度牧师较少出去募款，因为台南中会拢差不多牧师行完啊，剩需要一寡咱也有熟悉外口中会无共款地区的教会，所以今年咱的教会针对建堂的奉献会较少，所以伫年初的时阵，牧师就咧烦恼，咧求上帝讲主啊，安尼阮要安怎？阮要安怎个会当亲像旧年会当奉献几百万呢？爱当紧紧将这个贷款紧甲还完。当有一摆我去到一间教会，伫遐咧分享一个足要紧的信息。当耶稣在讲起你的财富、你的财宝伫倒落，你的心就是倒落的时，这句话敢有问题？你看这句话有问题无？无师譬如。这个话其实你也认真讲，开是有问题。因为正常咱拢会想着讲，咱的心伫倒落，我的钱较去嘛，敢毋是？这足正常的啊，敢毋是？你若对这个教会无感动，你敢会奉献足济？袂嘛，因为你的心安怎想，你的钱才伫遐嘛。所以耶稣讲，你的财富、财宝伫倒落，你的心伫倒落，是倒变的。但是耶稣咧讲的这句话，却伫我的生命中间。我就真正安尼经历着。当我厝里人爱我将这钱当去帮助需要的人的时阵，需要的教会的时阵，我无做到，我放伫我的身躯边，因为我心内想讲，这间教会都无需要啊，也有医生，也有财主，我何米苦就将这钱放伫遮，伊若无要奉献啊。但是当我安尼想的时，我这钱要搁伫我的身躯边啊。最后我是互诈骗集团骗去啊。请问这钱到伫我的身躯顶？无啊，因为我的心伫倒落，我的钱就伫倒落啊，我的心伫贪啊，所以我最后是互贪钱的人甲我贪去啊，敢毋是？我咧想讲，如果这钱我若放伫上帝遐，感谢主，真正应允耶稣所讲的，我的财富伫遐，我的心就伫主遐嘛。所以兄弟姊妹，一间教会礼拜煞，伊就一个姊妹过来甲我讲，牧师，这张支票。要为恁教会奉献，然后伊讲我逐个月我拢会为恁教会奉献偌济。当我看到这张支票，哇！我也做是10万，是100万。你毋知牧师旧年、前年我若要募款，就爱累积几啊间教会靠这个钱，你毋知影？所以兄弟姊妹，咱着爱了解上帝安怎咧为咱备办。咱着爱更加认真做主的工，因为上帝赏赐就是遮尔富足，互咱毋免惊，毋免烦恼。
总是你愿意要安怎来享受这款的应允，需要咱陪伴咱的心。当我昨昏听到有一个姊妹，伊去做这个赏花，一蕊90块，伊做16蕊，总共赚1440块。然后就甲牧师妈讲，我要为咱大桥教会奉献1500块。1440块，伊家己到最后阁是贴60块入去，伊是奉献1500块。兄弟姊妹，有真侪人咧一直咧关心咱大桥教会。大桥教会的每一个信徒，牧师鼓励咱爱行出去，爱你的亲人，做要未捌信主的人，甲因讲，大桥教会是充满疼的教会，阿们。因为恁甲因讲，恁甲因行动去甲因讲，甲因传，恁就是咧奉献给上帝。恁奉献性命，恁奉献金钱，奉献恁的才调。就是要互众人看见，咱是主的学生，敢毋是？安尼别人咧甲咱奉献关心，安尼咱嘛较有意义嘛，敢毋是？兄弟姊妹，牧师出去要跟人分享，我嘛较有物件通去讲呢。所以兄弟姊妹，咱是享受着主恩典的人，咱就爱认真做主的工。求上帝帮助咱，因为上帝拣选咱，成做一个蒙恩救赎的儿女，咱的生命就爱不断被塑造。这礼拜阮去做训练的时，这间复兴的教会牧者，伊在分享，咱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上帝拣选来做伊要动用的器具啊。但是伊要动用的器具，伊会甲咱训练哦，甲咱磨练哦，对原料，对这个啥原料，然后爱成做啥半成品，搁爱成做啥成品。最后佫会变做啥？精品。你的生命有法度通成做一个成品，佫成做精品。是你的生命到教会信主，你要佫是原料，还待开发。还待开发的意思就是圣经内底讲，要佫咧食年的囡仔。咱毋通成做一个要佫咧食年的囡仔。常常看主的话，灵修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成做一个主所使用的人，有信心来面对头前的挑战。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阮诚心伫你面前，你献上阮的祈祷甲感谢。阮感谢你用主你圣经的话语来对阮启示生命的道路。有时当阮人生为着世间的金钱咧走无路的时，愿你的灵感动的阮的心，帮助阮。所行人生的道路，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毋是含乐受金钱带领来讲话、来做代志。愿阮的心时常伫安静的内底，体会着上帝你所赏赐予阮的生命，成做一个我靠主你的生命，毋是靠势力，毋是靠才能，乃是靠全能至权的主上帝的气力。阮的心、阮的作为，甚至阮的生命。通成做荣光主上帝的生命。主啊，愿你赏赐阮有一粒对主你敬虔的心，脱离魔鬼撒旦的试探，常常心存知足的心，带出有敬虔、真实、气力的疼心，继续疼主、疼人无倒退，活出真实感动人的生命，来报传主你美好的福音。愿主你祝福你的教会，互你的百姓。互你的儿女会当成做蒙恩的囝儿，将平安赏赐互因，带互因，将这款的平安嘛带到因的家庭，带到伫因的亲人朋友的身上，帮助因，互因认捌上帝，你是个真个我的主。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个是咱做伙坐咧吟圣诗554首，透早起也好静。当咱吟到第20的时阵，吟到第20的时阵吼，咱请这个小玉能够来到台前然后这边有麦克风来到台前中间，要来做转籍的誓约的宣告。好，那我们一起坐着，咱坐咧吟透早起也好静，透早起也好静，用温群甲热情，日头起也好静。
半步也无停，着吞忍到昼息，宽心听候修成，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回来。透早起也好静，应阮困甲热情，日头起也好静，会无停。着吞忍到昼息，宽心听候修成，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就会大喜吟诗。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回来。第二节，好天气也好晴，风雨也无怕。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回来。真感谢主，上帝带领。嘛，互小玉伫过年时来到伫咱新春礼拜时，来到伫咱中间，嘛经过将近要半冬的时间，伫咱中间，无论兄弟姊妹的关心甲关怀，咱会当陪伴伊，会当三甲做伙，会当来享受上帝恩典甲祝福。这个时牧师也要做伙，咱做伙伫这个所在来见证小玉伊伫西约转职的做法。代表是咱所信主加入这间教会，是要甲咱所信的这信徒、家人朋友做伙来见证、参与上帝工作，公开的告别你的决定甲信仰。有时对一寡人来讲，有一寡困难，但是这是一个誓约的代表是教会承诺，教会承诺会支持我们教会的每一位信徒跟朋友，伫咱的背后拢咧为咱祈祷祝福。首先，牧师要问小玉，你是不是诚心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悔改认罪，接受伊做你的救主甲活命的主无？有。你是不是信上帝为你做你的天父？圣神做你的保惠师，来引带你的人生无？有。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生行伊的道，尽信徒的本分，听大叫教会。你愿意安尼行也无？愿意。大叫教会是注重人人传福音，彼此和睦相挺的教会。如果若拄着双方关系有误会，也是困难，唔通四过包容，着寻求牧师也是小会员、长老设法甲处理，免得破坏教会和睦的关系。你是毋是愿意遵守这个使命的工作，并且将福音介绍给未信的朋友？愿意。这个时，牧师要邀请咱的小会员伫这个所在，咱来甲握手接纳。请你来家，请你来家。你站在好，我们就这样走过来，好，来跟他握手。上帝祝福你。咱爸婆啊，欢迎我们也要继续关心在我们当中包含芝华啦等一下。芝华，我听说芝华国中就在东宁教会
所以咱期待咱会当透过彼此的关怀，只要伫咱中间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需要更较侪甲因关怀，彼此鼓励小玉伫这个所在，伊拢参与咱教会的袖珍小组，伊本身是甲伊的爸爸带做伙。本身咱嘛咱继续为伊爸爸来祈祷，无需咧关心讲，伊爸爸嘛是一个诚固执的人啦总是这拢是加减啦难免，但总是咱伫祈祷中互相关怀，有机会咱会当去到伊的厝里甲伊关心甲伊的老爸爸爸做好朋友嘛有机会咱甲伊带来教会这是秀珍小组嘛有赠送一个礼物来甲伊祝福咱拍婆甲伊祝福咱等下好咱等下礼拜三嘛，请咱的小会员，咱做伙咱含小玉搁一摆做一个翕相嘛，请咱秀珍小组会当留落来，咱做伙伫这个所在来含伊做一个翕相谢谢。这个是咱要来甲主同齐的。咱请咱备办心，咱搁一遍做伙，搁来吟一遍第20的歌词，好无？风格那最清楚，知识就通熟悉，就会欢喜吟诗。我歌手回来，我歌手回来，我歌手回来，就会欢喜吟诗。我歌手回来，我歌手回来。我歌手回来，就会欢喜吟诗。我歌手回来，咱着深知，我歌手回来是主耶稣伫世间的日子咧传予伊的每一个门徒了解明白，着将福音传出去，将我歌手回来。咱做伙来听主所讲的话，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记那属伫伊的教会信徒接纳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兄弟姊妹，咱做伙三角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记那归五个人所讲的稳定的话。恁记那着磨打动打着就近我要互恁安息。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气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角之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恁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予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作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就旁杯讲，这个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这个是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耶稣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通过阮谦卑恳求你所赐圣神来圣别阮的生命，互阮搁一摆生命被圣别的过程的中间，会当来享受你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也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的恩典的帮赞，会通加做属灵的培养，愿生命成长的稳定，荣光主你的性命，奉主耶稣的名来恳求，阿免。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来拍破的，每一摆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来，请咱同工。
当咱伫咧等待要摕即个即个饼的时，咱伫安静的中间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伫今日咱所领受着基督徒伫金钱的关卡的内底，咱常常要安怎来做决定？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有份参与伫上帝圣工的内底，咱嘛去享受着上帝是赏赐万项米，赏赐咱产业，赏赐咱快乐。享受咱生命的主，伊要安怎样来丰富咱的生命？你伫祈祷中求上帝帮助咱，成做一个传扬福音的人。要传扬福音，有做项能力，有做项需要调整的心态。咱恳求上帝帮助咱，五谷收回来无容易，需要信心、刚强壮大、为主做工的人。恳求上帝帮助咱，毋是简单会享受上帝所赏赐的平安，要紧的是咱要活地年日。有一日，咱要甲主交笑，咱要交什么笑？咱有物件通好交无？咱伫主的面前，咱要安怎回应咱的主？上帝赏赐互咱是何等的富足，互咱最平安的赏赐，总是咱要安怎样伫人的面头前来回应？咱是主的学生，将这款的福音传出去，来见证咱是主所使用救赎的人。谢谢。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每一摆，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同心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用伊的血所设立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当讲。直接拿下去，直接拿下去，先拿下去。先拿下去，先拿下去。主耶稣一生
来到世间，到传道3冬，一直拢在对人传上帝听人的福音，总是侪人无掠伊所讲的话最要紧，看伊所做的代志，毋是真实，总是耶稣拍破侪人的限制，互人重新看见上帝是真实、赏赐稳定甲祝福的上帝，互人的限制重新看见上帝的稳定甲平安的赏赐，互侪人会当做伙靠伫圣殿来敬拜主、认捌伊。谢谢。唔知敢有兄弟你已经洗礼，也无刻到的无？请举手。好，这个杯是新约用主的血所设立的，咱每一摆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同心来领受。愿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会当纪念主耶稣为着咱所做的事，咱嘛做伙来学习，做伙来军队主的脚迹，做伙同心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在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痛，互阮会当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属灵真实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境奥妙身躯的一体，也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嘛是上帝你永远的国的后裔。恳求上帝你帮助阮，阮毋但学习谦卑来跟对主，阮嘛恳求你赏赐，互阮有气力为主你来做美好的工作，听主听人，为主你传扬美好的福音，建造主你所欢喜的教会。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会通荣光主上帝你的圣名，奉阮主耶稣的名来恳求祈祷，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吟554首第30个歌词吼。照相起也好静，当着对我，虽然拄着危险，毋惊半路线。钢钉若是完成，求主将来接我，就会欢喜。这是我歌手回来，我歌手回来，我歌手回来，就会欢喜的是我歌手回来，我歌手回来，我歌手回来，就会欢喜的是我歌手回来。这是咱的奉献。
愿主你甘纳，愿虔诚奉献，愿满心感谢你给我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家人，享受你主爱，永远无离。这时，咱来纪念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是讲道的时间，请咱看咱周报内底的大道事项，咱做伙一声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愿你赐福你的教会，无论全我所从事的事项、事奉的工作，以及伫委身事奉的工课内底，阮需要平安，阮需要快乐，愿你赐福伫阮的青少年的工作的关怀。然后需要做智慧、美感，阮需要适合自己无论什么款的境遇，阮着做什么款的人来符合伫上帝意志以外的来祝福最需要的人。愿你嘛坚固伫你教会，伫起造教会、小型的教会内底，真侪福音的出口所在，阮需要信心甲力量，帮助阮的信徒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体唔留永存平安甲健康，互因日头前的道路会当用更上帝的主的圣名，帮助因。迄位上帝，我感谢你，以你的应允，找到你的人就是找到性命。我感谢你，我要上赞你，因为你是阮的坚固的关带。听叹你的，就来得到安全。你时常看顾你的百姓，亲像老爸看顾细囝的小工，遮尔宝贝。我感谢俄勒你的作为，你的荣耀。阮不足的时，阮欠缺的时，也我上帝，你是以勒的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时常来为阮来陪伴，无得到失落。我感谢你，你陪伴阮，带来信心甲盼望，互阮搁较坚定。愿因为你来得到胜利，会当来得胜伫即个地面上是无法互阮的迄种的平安。即个平安是超越的，嘛是迷信的人无法度来理解的。嘛因为安尼，阮愿意来分享。阮感谢你的疼，永远来陪伴阮。感谢天父上帝，主，阮感谢你。阮知影，阮的兄弟姊妹有人身躯软弱，无气力。有讲袂出的艰苦，主上帝，你是医治人的上帝，阮恳求你，教阮的兄弟姊妹有够野的信心，毋通离开你的目睭，会记得伫你的心内，因为找到你要得到活命，佮通身躯来得到勇健。明仔载会知是透早7点半，阮足者要来开刀，阮。这个岛是大岛，7点半要准时开。天父上帝，求你派天军天使，规律伫伊身边，一直到这个手术来结束，伊会当心完全交托伫互你，互伊一个新的生命。嘛要因为伊会经历主你的恩典，用伊的生命来做见证。我感谢你，阮知影阮这个月，阮暑假有活动，青少年以及提摩太牧区细囝活动，
天父上帝愿求这个活动伫因的心内会当来布予，这个福音会当种植伫因的内面。虽然久久长长的时间，要调整着因的生活、因的习惯。主啊，愿求你保守着因的心来赢过一切，因为你有讲，保守因的心赢过一切，一直到因年老的时阵，因的心也无歪错，脚嘛会当得到你的保守。愿献上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这是我来学习报告。咱下周的圣港事奉人员，请咱家己第一看。咱来看9个消息。第一，本主日举行今年度第3届圣礼典，有举行小玉姊妹伫咱的圣礼典来转职的仪式。咱欢迎新家人加入大家教会的大家庭，愿主赐福伊的信仰有信仰生活充满着平安，充满着活乐喜乐。请兄弟姊妹有对心，甲伊同一道。第二，请服侍东港人员伫1楼招待岛，咱来索取咱下一季的事奉表。假使讲你的时间有冲突，咱会当私底下跟其他人来交换时间。愿主纪念因所做的工，享受丰富的恩典。第三，本会7月初4拜2到7月初6拜4要举行暑假儿童营，对象是国小1年级到国小6年级。咱详细的内容，咱楼骹拢有写。另外，阁有暑假的生活营，对象是国1到高3。这2个活动拢阁有名额，所以咱若有趣味隔壁，想要参与的，咱会当邀请。第四，台南新阳院定伫7月初9礼拜日下午3点半到5点，伫文化中心有举办英语与沉船，这是免费的音乐会，欢迎咱伫1楼有登记要参加的，咱会当来登记，会当来索取这个票数。咱来看即个月首星7月初1日会宴节，会宴结束。7月初2是金会节，7月初3是满族节，7月初6是绣花节，7月初7是绣花牧师娘，7月初10是文博德兄，7月16是正文节，7月22是立梅。咱即个月生日特别济哦。当连线来，咱看下底奉献的明细，咱若感觉有毋对的，咱会当过价来订正。咱来看即礼拜的金句，咱来看头前来，咱做来坐读。心智毋通贪财，掠所有的最高掠，因为上帝有讲。我决断无放杀你，决断无离开你。你们存心不可贪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13章5节。下面的时间，请牧师来补充。牧师来补充报告咱今日真欢迎这个深德。还有雅慧雅慧姐妹还有静宽姐妹那个新天兄太太，那很高兴我们待会在会后的时候能够跟他们多做一些交易那其实也欢迎每一个在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聚会的弟兄姐妹，
那我们持续放在祷告当中哈，为的小玉来祈祷哦哈。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不然下次我们有机会能够请小玉来跟我们分享她在我们当中的生命见证。那这其实每一个人生命中间吼，拢有足美好上帝心意甲感动吼。好啊，这时阵无需要请所有受请吼，受请起立好无？咱做伙来吟祝福因生日快乐歌好无？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处处好满满。搁一遍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处处好满满。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感祝福。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予阮的生命，常常阮伫庆祝生日的时，唔简单伫阮厝内，阮嘛会当伫大桥教会，伫即个大的家庭内底彼此关怀甲祝福。恳求上帝你赏赐予因，唔那年岁那加添，互因的生命那成熟、那健康、那勇壮，继续行头前的道路。阮相信，当阮的岁数，当阮的生命会当留伫世间一刻久的时，阮拢相信，拢有上帝你满满的祝福甲祝福。愿上帝你赐福因，互因有平安，嘛互因将即款的平安带倒去伫因的厝，甲因的家。同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恩谢谢靠耶稣的名，阿门。邀请咱做位起立，咱互相来请安。咱做伙来吟上用的诗，上用诗386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天的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的名诚实，阿罗山唯一的上帝。尊名流传地到万世，阿门。愿恁伫上帝话语的内底，享受着平安甲智慧的心。愿恁伫主的话语内底，毋那带出生命的快乐，为主做美好干净。嘛愿恁的生命一生跟对主的脚步。任伊做恁生命的主宰，跟对主的脚步有福气，跟对主的人真做蒙恩的人。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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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默祷。